今日介紹呢個龍苑，屬於大坑道春暉台1號嘅地址。而呢個屋苑咧，亦都啱啱翻新完畢，帶大家慢慢參觀下龍苑嘅車位同埋行人道入口。由大坑道嘅正門口入嚟呢，我哋先經過呢個 lift 上到去平台。呢度呢，就係龍苑嘅大廈入口平台位置啦。龍苑呢，剛剛翻修完畢，外牆同埋污水渠、食水渠都已經換過新嘅。而呢個位置呢，就係 C 座同 D 座嘅大廈入口啦。lift 嘅大堂。Hello， 你好，今日咧同大家介紹呢個位於大坑道春暉台1號嘅豪宅龍苑。咁呢個單位咧，實用面積有1598尺，屬於3房1套，另外仲有工人房露台。最緊要咧，呢度係包括2個車位嘅。呢度嘅面積咧非常之實用，冇窗台，廳大房大，帶大家慢慢參觀下先。大門嘅設計咧係子母門。我哋一入去咧，就見到呢個飯廳嘅位置，跟住右手邊咧，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客廳位置啦。呢度咧就採用咗 L 型嘅客飯廳設計，亦都咧可以喺呢個位置咧加多一個房間嘅喎。呢個客飯廳嘅位置咧方正實用，擺位咧就非常之方便啦。飯廳呢度咧有一隻對流窗喎。客廳呢邊呢，亦都可以擺多一個小偏廳嘅位置，而客廳呢邊呢，就對住呢個落地玻璃嘅大露台啦。行出去露台嘅位置呢，景觀呢都非常之開揚。客飯廳嘅位置。而飯廳旁邊呢，呢度亦都有一組嘅櫃桶，可以俾你儲存雜物。咁帶大家先去睇主人房嘅位置啊！呢個入去主人房嘅位置呢，四四正正，非常實用，又冇窗台喎。另外呢，呢度有一片嘅大窗。景觀呢，就望返大坑道渣甸山一帶嘅小區山景，而呢個主人房呢，亦都有2組非常大嘅衣櫃，儲物量非常之豐富啊！咁我哋睇下主人房嘅浴室先。主人房旁邊呢，呢度亦都有一個大櫃，一隻大窗。呢度呢，有企缸同浴缸，乾濕分離。而呢邊亦都有一隻大窗喎。跟住我哋去第2個房間，呢個房間呢，亦都係一個正方形嘅設計。景觀呢，就望返小區山景同樓景。而呢個睡房呢，亦都有一大排嘅衣櫃喎，做到頂添，儲物量豐富。而另外呢邊呢，亦都有一組衣櫃。第3個房間，呢邊有一隻窗，亦都係望返啲山景。第3個房間亦都有一組嘅大衣櫃。另外呢邊嘅景觀呢，就望返大坑道啦。走廊嘅旁邊呢，亦都有個 showroom 儲物室喎。另外嘅浴室採取咗企缸嘅設計。跟住呢，就進入廚房區，呢度呢，有個 U 型嘅櫥櫃。
呢邊咧有一隻大窗望落山景喎。呢邊咧亦都有一大組嘅櫥櫃，而廚房入去咧呢個位置咧就可以放置洗衣乾衣機、走火嘅後門同埋工人房。工人房對出嘅位置，呢隻窗旁邊咧，上面咧就係曬晾衣服嘅位置啦。工人嘅浴室，中間呢個車位。而呢個單位咧，尺價吸引，地點高尚。呢度咧雖然樓齡49年。但係啱啱咧進行咗大場嘅維修，渠管、行車路甚至平台，通通都維修好晒㗎啦。另外咧，呢個單位咧仲包括咗2個車位喺裏邊添。而呢度嘅下網咧就係小學12區下網、中學灣仔下網。大家如果有興趣睇呢個單位，俾電話我啊，我電話952312228，我姓蔡嘅，到時見啦，拜拜。